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2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就业。我看最近很多媒体都在聊跟就业相关的话题。你比如说，财经周刊刊登一篇文章，叫《中年失业者的焦虑》；南风窗也刊登一篇文章，叫《40多岁高管失业后还有出路吗》。说40多岁高管失业，有的已去摆地摊。总之，说的都是中年以后失业，无论你是高管还是普通员工，中年失业，这日子都难熬。这个财新网在北京一家美资外企打拼10年的徐阳，今年3月遭遇了裁员。受中美关系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部分外企缩减、调整在华投资规模或业务，徐阳就职的软件公司也不例外。大幅收缩在华业务，中国团队裁员比例高达70%，他所在的市场部几乎全员被裁。徐阳坦言，他说虽然公司此前已经历多轮裁员，他对个人去留早有预感，当整个团队几乎团灭的现实骤然降临时，他仍感到震惊。更强烈的焦虑并非在裁员当下显现，而是在1至2周后才悄然袭来。那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和对自我价值的质疑。2个月后，徐阳在朋友推荐下获得了一份广告策划相关的兼职。46岁的他就这样加入了灵活就业的大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这个群体已超过2亿人。灵活就业不是2亿人吗？占就业人员的1/4以上。徐阳并非不想重返职场，获得一份有稳定薪水的全职工作，但职场的隐形门槛让他难以跨越。失业的3个月时间里，徐阳共投出400-500份简历，10家左右企业先以电话形式沟通，最终发来面试邀约的只有3-4家。徐阳面临的情况在35岁以上求职者中较为普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高文书等人撰文指出，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高峰较早，主要集中在步入中年后的35到40岁。35岁的码农不如狗，确实，这虽然有点开玩笑，但也是实情。近2年有研究发现，说失业率上升伴随着年龄歧视投诉量的增加、就业岗位收缩以及企业对成本控制和效率的极致追求，使得35岁以上中年职场人被替换的风险升高。35岁门槛深刻影响着中年职场人的就业稳定性与心理安全感。2025年35岁以上中年人就业难度比过往更高。在降本增效的大环境下，大部分企业期望用更低的薪资招聘到100%合适目前紧缺岗位的候选人，但大部分35岁以上的候选人过往薪资较高，且在过去10年里形成了跳槽等于加薪或升职的认知，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落差较大。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也就是说，他认为35岁以后难找工作是因为你的期望高，这个不对。有很多人码农，很多高管35岁以后失业，他自降身价，他以前都是4万一个月，现在哪怕1万一个月他也干，但是找不到。对这个企业来说，往往认为你年纪大，那就事儿多，又难管，所以这个企业本能的同样都是花1万一个月，他就不愿意要35以上的，他宁愿要20多岁的，就这个道理。另一方面，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和颠覆性技术的涌现，也令中高龄职场人旧有的职业技能加速贬值，甚至被新技术所替代，而弥合技能缺口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高于从前。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向财新表示，他说技术迭代加速，产业升级深化带来的技能鸿沟，使得人才供需错配普遍存在。35岁以上求职者则是这种大环境下感知更加明显的人群。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分年龄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
不同年龄组失业率出现分化。6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分别为 14.5%、6.7%， 远低于5月的 0.4个点、0.3个百分点，但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较5月上升 0.1个百分点至 4%， 与上年同期持平。从这个失业率来看，说国内30岁以下初入职场的劳动力就业压力更大，30到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合理水平，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年抽样调查，30到59岁人口占比 46%，15到29岁人口占比 10.7%。经财新估算，30到59岁群体失业总数高于15到24岁青年群体。更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与青年失业相比，35岁以上劳动者失业再就业难度更大，也更容易陷入长期失业状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35岁以上劳动者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如何促进这一群体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收入水平，不仅关系到每一代人的家庭福祉，更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中年危机说，今年以来，不少外资企业开始调整在华业务布局 ，IBM、奔驰、沃尔沃、微软等知名外企相继传出裁员消息。徐阳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美资软件企业，业务涵盖工业软件、建筑设计、影视制作等领域。今年3月，公司决定将核心业务转移至中国总代理负责运作。在徐阳看来，这一调整或许是公司逐步退出中国市场的前奏。他表示，受政策影响，美资企业在华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例如部分大客户可能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从而影响合作。出于对未来形势的预判，公司最终选择在中国市场收缩战线，将主要业务交由总代理操盘，以降低风险。此次调整中，徐阳所在的中国团队被裁撤 70%， 他所任职的市场部更是全员被裁。他坦言，如今外企在中国的处境确实较为尴尬，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美资企业。从公司角度来看，转向总代理运营有利于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毕竟外企自己的薪资体系和福利待遇普遍较高，总代在薪酬和福利上会节省很多，这是团队内部推测，也是他认为公司调整的原因之一。公司控成本动作在疫情之后显露。徐阳透露，他是由于大幅缩减办公面积，许多移动办公的员工只能申请临时工位，即在确有需要时才前往办公室，日常则以居家办公为主。团队每周召开一次线下例会，确保高效协作。在被裁员之前，45岁的金融行业资深从业者武义潇年薪已达50万元，属于行业内的中高层收入水平。然而2021年下半年开始，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收缩，武义潇所在的信托行业也不例外。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2023至2024中国信托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末，信托业从业人员为17563人，较2022年末20691人明显减少。这个信托咱就不聊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信托现在你发产品发不出去，过去发的产品现在没法兑付，你那钱都留下了房地产，怎么兑付？现在都在擦屁股，所以信托从业人员另攀高枝，有能力的都辞职了，没能力的还留在擦屁股，他的收入待遇都直线下降，因为你过去做的那业绩现在没办法兑付，钱回不来，还扣你的以前发的工资和奖金，所以信托裁员很正常。2024年2月，公司启动裁员计划，目标削减40%的人力成本。武义潇最终未能幸免。你看看，年薪50万到被裁，对吧？那也是一瞬间的事。作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民营企业的生存境况及发展结构
关乎就业市场的稳定性和人才需求层次。产业情报平台上，产业通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民营企业数量保持增长，但新设及注销企业更替频繁。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由20世纪90年代的3.2年下降到目前的2.5年左右。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也就是你在一家民企能干2年半就不错了。平均在波动的就业市场中，35岁以上中年职场人成为最容易被甩出轨道的一群人，成为非连续就业者。技术的突飞猛进加快推进民营企业结构调整，中年职场人职业转型压力随之加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他说一季度全国新设4新。什么叫4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个4新经济民营企业84万户，占同期新设民营企业总量40%以上。新设数字经济民营企业27万户，占新设民营企业总量14%，其中数字产品服务业增速最快，几乎是去年的2.5倍。高科技领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在同比增长最快的 TOP 20职位中，人工智能相关岗位占据6席，且增速均超过30%，其中机器人工程师和算法工程师以超50%的增速位列第1和第3，数据建模、深度学习、数据标注及机器学习等岗位也呈现显著增长态势。轻质生产力对就业岗位的拉动已经反映在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的租赁行情中。以上海为例，市场机构戴德梁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2季度，上海 TMT 行业租赁需求保持强劲，包括头部短视频平台、电商、高科技公司，租赁面积占 22.7%。传统就业主力行业如互联网、房地产、教培和金融，在政策调整和行业变革中需求收缩，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是比较突出。35岁以上的求职者恰恰处在旧动能行业中，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没有办法及时发生转换，为新行业所用，由此产生结构性矛盾。从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和租金水平来看，白领岗位的供应仍有待恢复。咱们在房地产节目经常说，这个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和租金直接就跟就业挂钩。如果这个甲级写字楼租金在涨，空置率在下降，那就业就好起来了。反之，那就就业越来越差。业界普遍将 20% 空置率视为城市写字楼是否过剩的警戒线。前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北上广深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分别为 16.9%、23.6%、19.8% 和 27.8%。上海和深圳的空置率已经超过警戒线，且均较2024年第4季度提升了 1.2个百分点。从租金来看，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租金分别仅相当于4年前的 68%、76%、69%、76%，也就基本上都打了7折。说即便一些公司所在行业景气度较高，也可能因公司发展战略调整突然裁员，或为吸纳年轻人而换血。今年36岁的陈果此前供职于浙江嘉兴一家世界500强日资半导体企业，非985、211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他，在这家企业担任董事长秘书一职。被裁之前，他已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2年，工作非常轻松，朝9晚5双休，一天只忙1小时，很自由，每月到手薪资 1.4万元。陈果表示，这是一份幸福感很高的工作。那当然了，一天就忙1个小时，这个朝9晚5双休，有什么压力？一个月1万4。但是好景不长，2024年7月，陈果在35岁人生节点上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裁员。他对裁薪表示，没想到裁员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是脑子一片空白。由于半导体行业发展越来越好，
我以为能在这家公司工作一辈子，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如果还有那种说我找个地方上班能上一辈子的这个想法，切切要不得。无论你干什么，你哪怕是公务员，你也不要做好什么我一辈子就干公务员。至于什么在外企民企上班，那35岁就是一道坎，35岁你不走，对吧？那企业可能把你裁掉，或者企业自己就不行了，黄了。得知失业的成果，感到非常悲伤。一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二是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我所在这家公司就不会聘用35岁以上的人。当时他对自己还能否找到工作并没有底。目前劳动力市场中，35岁门槛的表现形式多样。招聘环节，用人单位可能将35岁作为内部简历筛选的条件，不给相应的求职机会，这个肯定的。没有一家企业会说你超过35岁我不要。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是35岁以上的他不让你投简历，现在都你可以投，但人家内部控制啊，35岁直接就不面试，你的简历他都不打开。这个吴玉于疫情前进入互联网大厂腾讯工作，当时公司处于上升期，对各年龄段的员工都比较包容。202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互联网行业监管趋严，公司进行结构性改革，裁员风暴在各部门中展开，35岁以上的员工成为裁员重点对象。2023年冬季，45岁的吴玉成为部门中第一个收到裁员通知的人。他对财新表示，他基本上每年都会获得优秀员工称号。被裁半年前还因工作表现优秀获得了公司的期权。虽然从2022年开始，公司就释放出队伍平均年龄偏大，需要年轻化的信号，但他们部门也开始开启多轮裁员，但从未想到会轮到我。吴玉回忆被裁的心情，在他被裁半年后，同组一名50多岁的男同事也接到了裁员通知。说实话，我挺难以理解啊，这个在腾讯、在华为还能干到40多岁、50岁的普通员工，居然他们还觉得自己能干一辈子，不会被裁。你还准备在那儿退休是吗？2024年，陈果身边不少朋友都遭遇了裁员，他感叹道：“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陈果观察到，被裁人员并非全是35岁以上群体，但涉及大规模裁员时，年轻人同样会被波及。但若裁员范围较小，35岁以上群体则首当其冲，这个是必然现象。这个财经网说，政策如何托底？那就是面对这么多中年失业的人怎么办呢？对于企业在招聘和裁员时呈现出年龄歧视倾向，大多数中年职场人选择沉默和忍受，但在遭遇裁员后，吴玉选择了抗争。这个抗争有什么意义呢？那无非就是公司再多赔你点钱。这个有专家指出，近年来打破35岁门槛，放宽公务员与事业单位招录年龄限制，已释放出深刻的政策信号。这不仅是对特定群体就业困境的回应，更预示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用人机制的根本性调整。但民营企业能否有效响应并落实这一理念，仍面临多重挑战。有专家表示，首先，企业文化偏好难改，许多民营企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年轻崇拜文化，这在互联网、快销等行业尤为明显。其次，法律保障不足。目前，中国关于年龄歧视的法律规定较为模糊，缺乏具体的执行细则和惩罚机制，企业缺少必须承担年龄平等责任的法律压力，制度落地困难。第三，对许多中小民企来说，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提供再培训和职业发展支持，意味着增加人力成本和管理复杂度。作为曾经互联网大厂被裁一员，吴玉认为，劳动监察部门应负起对企业裁员监管职责，要求互联网等企业上报裁员数据，向社会公开。互联网大厂在繁荣时急速扩张、急速招人，随后在政策收紧后急速裁员，把35岁以上的劳动者残酷地抛到社会上去。这批人一旦难以重返职场，而距离退休领取养老金还有10到15年空档，该何去何从？事实上，裁员潮下，互联网大厂营收增长仍然强劲。财经网说，年龄包容性招聘的推进还需要政策托底。
通过立法、财政、公共服务等多维手段，降低企业转型和运营成本，降低企业运营焦虑，激发市场的活力。最后，蔡英文说要社保的作用。目前，针对失业人群，国家有失业保险金兜底。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与缴费的时长有关，最长可领取24个月。在制度设计上，为鼓励失业人群尽快回到就业市场，政策规定失业保险金要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对经济支出压力较大的中年群体而言，仅靠失业金难以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开支，重返职场才能回归生活正轨。失业保险金只能是杯水车薪，而且你想领也很难。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社保。从目前来看，尽管政策层面对灵活就业者的保障愈发重视，但灵活就业者在五险一金及其他福利、薪资待遇和发展晋升空间等方面与正式员工仍有较大差距。陈新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灵活用工形式并没有法定的劳动关系，故就业人员无法享有相应保障。参照海外国家的经验来看，对于灵活用工形式缴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法定化是政策优化改善的必经之路。发改委现提出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为灵活就业的异地者，就是在外地灵活就业者打破参保的户籍壁垒。但从部分已放宽相关限制的地区来看，虽然户籍限制取消，但异地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参保意愿并不高。实际上，我们喜欢把这个失业把它分年龄段，所以就看出什么中年失业焦虑，35岁以上找不到工作。实际上，你从就业角度来看，这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失业，他不也是找不到工作吗？很多大学生一毕业之后就变成全职儿女，啃老，有的没有办法假装考研，有的是假装考公务员，先混2年再说，时间换空间。每年1200万大学生一毕业找不到工作，这和35岁失业之后都是找不到工作，所以本质上还是就业难。就业难，财新网也说了，很多外企撤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民营企业因为结构性调整，有的行业本来就在萎缩，所以你还在这个行业找工作很难找。但是新兴的行业你又没有办法适应，你也没有优势，所以35岁以上找工作难找，本质上都是就业难。目前并没有发现说20多岁的找工作都能找到，唯独30岁的找不了了，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上20多岁的也找不到工作。如果你非要聊30岁你被裁了再找工作，那这个另当别论。首先一个，我们实际上从上大学开始就应该树立一个思想，尤其是现在我们要打破那种过去什么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上班，从这个报到开始一直到退休都在一个企业待着，或者在一个系统，在一个集团，这种工作以前即便有也不多，以后也不多。所以我们要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早做准备，你越主动。还有人居然想着在腾讯干到退休，在腾讯退休的人有，那是因为腾讯刚创业的时候人家进去的，那时候都40岁了，腾讯搞个20年，他60岁，他正好退休，有这样的人，但是很少。等到你后面进去的人，比如你是2015年进去的，那个时候你刚毕业，你才25岁，现在35，你还准备在里面干到退休是吗？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你在即便是腾讯、华为这样的大厂，那也是类似于高校的叫飞升即走。什么叫飞升即走？你在这个大厂里面，如果你在里面干了5年，你还是个基层员工，那你就面临2个情况，要么就是自己离职，自己觉得无趣，没有前途，自己辞了；还有一种就是企业把你裁掉。你想，对吧？你35岁的基层员工，人家招来一个人，大学毕业的才22岁，干个2年成你领导，人家总监恐怕也就25、6岁、27、8岁，27、8岁。从人力资源角度说，如果这个人家管理层年纪都比较轻，27、8岁，普通员工怎么可能还40、50岁的呢？怎么管呢？增加了管理难度，所以人家肯定要把这些老同志都要裁掉，一裁员就把你送走，你都成精了，你在这个企业
你这干了10年，你还是个普通员工，足以说明你这个摸鱼水平很高啊，不思进取就是混。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所以35岁普通员工被裁，这是太正常了。只要裁员的话，一定要裁这些人，这不就是飞升即走吗？但是升，你越往上岗位越少，总监呢就比普通员工的这个少多了，和那个公务员比起来就不一样了。公务员你不升，你也可以在这混下去，只要你心态摆好。我从这个报道的时候科员到退休还是科员，这样人大有人在，他可以在这里混一辈子，只要你能把心态摆好。但是未来说公务员还能不能这样混一辈子，这很难说，因为政府也没钱了。说到公务员，我还多说一句，现在很多地方公务员要求35岁，对年龄有要求，确实看上去不合理。大家都呼吁把年龄放开，有很多地方年龄就放开了，不限制。但是啊，虽然说对年龄有要求，这个不合理，但是现在放开，我觉得是更不合理。什么意思？就是作为韭菜，不要以为这个政策松动对你有什么好处。这个政策一松动，都是权贵婆罗门有好处，那些人就可以4+4。这些后门这个政策松动，打开一个门缝，不是为你打开的，是为那些权贵打开的。权贵的子女大学一毕业就分进银行，分进这个大厂，在大厂年薪拿个50万或者100万的，混到了这个级别，40岁，人家觉得以后裁员可能裁我了。年薪100万在大厂这个级别就比较危险了，因为35岁以上了，就有可能会裁了。这个时候我正好利用这个规则，我考进公务员，我前面10几年20年钱也挣够了，进了公务员我躺平养老。所以你觉得这个年龄放开是给你准备的吗？给董小姐4+4这些人准备的。所以我是不提倡这个年龄放开，虽然不合理，但是你一放开，那就加剧了不公平，你就让那些权贵赢2次。那如何应对失业？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我们实际上也不知道什么行业未来会怎么样发展，3年以后是什么行业更火，缺口更大，找工作更容易一点，这个谁都说不好，对吧？也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心态，你可能不停的去改行。现在人工智能缺口大，未来恐怕是别的行业缺口大。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你能转人工智能，你就转，但是不是说你想转就转。你是文科生，你说你要搞人工智能写代码去，那比较够呛。而人工智能这行业，那它不光是要写代码的，文科生他也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第一个心态摆平，就是说你准备好要不停的换企业，不停的换行业，你从心理上要准备好。第二个就是终身学习，你从房地产行业跨到人工智能行业，少不了要学习，少不了自我提高。第三个就是领悟，提高自己的领悟能力，提高自己这个技能。你干这个行业，你要带着脑子去干。你干1个月，相当于别人干了1年，别人在那1年是摸鱼，是混，不求上进。但你不一样，你是带着脑子去上班，你干1个月就相当于别人在那干了1年。只有这样，你才能长进才快。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实现什么弯道超车啊！别人在里面干了5年了，你来2月，比别人就强。做好以上3点，我觉得你应该不用担心失业，即便失业都是暂时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啊！等着环境的改变，不如现在赶紧改变自己。最后，那跟着你个人的财务状况和预期有关系。如果你没有负债，或者你负债不大，如果你的预期不是很高，失业也就不是那么可怕。一旦你负债了，你失业就完蛋了。你要不负债，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不切实际的预期，失业了没那么可怕。所以说，中年失业者的焦虑，这个还得靠自己去调整。不负债，你的焦虑就小得多。如果你负债，即便不失业，那也会焦虑，担心失业。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